Hello， 大家好，咁我係謝霆書 TT， 我係津理學校負責任教初中中國語文科嘅，亦都係林日欣升級中文團隊嘅成員之一。咁首先講學歷先，我係中大中文系1級榮譽畢導師啦。咁另外咧亦都係中大中文系嘅碩士畢業嘅。咁喺去年嘅時候咧，報讀咗我常規課程嘅學生咧超過1000人啦，人數足正後備。咁喺嚟緊新學年嘅時候咧，咁我將會聯同咧林日欣 YYLAM 咧繼續開辦咧各級嘅常規課程嘅。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中1、中2嘅常規課程啦，第二個就係中3嘅常規課程。兩個課程咧教學重點會係有所不同嘅。咁喺常規課程入面咧，咁我將會咧就係採取啊，就係聽講讀寫全面兼備嘅教學宗旨啊。咩叫聽講讀寫咧？即係話啦，4份分卷咧，我將會全面咧都會掌握到嘅。咁喺嚟緊課程入面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每一期咧會派發一本咧就係精讀筆記俾大家嘅，方便大家使用翻嘅。筆記入面咧，當然啦，亦都係資料齊備啦。咁除咗咧資料之外咧，亦都會特別針對咧2份分卷嘅喎，一份係閱讀卷，一份咧就係寫作卷嘅。咁除咗咧有日校嘅大量熱門嘅閱讀試題之外咧，亦都有好多咧學生嘅優秀範文咧，俾大家咧去慢慢去學習嘅。當然啦，亦都有我自創嘅 TT 咧獨家嘅答題公式咧，俾大家去咧就係上堂嘅時候咧去學習翻嘅。嗱，咁除咗課堂筆記之外咧，今年咧都會特別加強咧就係書籍嘅配套嘅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我嚟緊咧每一期嘅時候咧，都希望送書俾大家喎。咁我嚟緊今年嘅時候咧，將會咧就送好多唔同嘅書籍啦，包括有修辭天卷、文言文天卷，亦都有錯別字天卷。咁希望送俾咧中1至中3嘅所有同學仔嘅。咁而臨近考試嘅時候咧，啲同學都會問啊，T Sir 有冇啲咧特別嘅方法咧，可以快啲去溫習翻咧？有見及此，今年咧我會臨近考試嘅月份咧，就會推出一套7本嘅考試書籍送俾大家嘅，包括咧我哋有一啲閱讀嘅天卷啦、寫作天卷啦，亦都係説話天卷等等，共7本嘅書籍咧送俾大家嘅。另外啦，如果同學咧有興趣交文俾我咧，你哋可以每個禮拜咧去交1篇作文，我係會免費提供咧就係改文服務嘅。咁另外咧，除咗免費改文之外咧，亦都有免費問書服務嘅。你有任何中文嘅疑問你唔識嘅話咧，隨時去發問啦，咁我會咧就係即時解答翻大家嘅。一個課程2位中大中文系1級榮譽導師任教，全港唯一，信心保證。同學仔，如果有興趣咧報讀以上課程嘅時候咧，咁歡迎各位同學咧去各大津理分校 counter 咧拎本章程慢慢睇下嘅。最後，我想用4個中字作為總結：中文，我相信忠於語文；中大中文，正宗中文。各位同學仔，我哋課堂見。